三大利好，香港成家族辦公室熱點。香港正迅速成為全球家族辦公室最受歡迎嘅地方之一。德勤同香港家族辦公室協會合作發布嘅研究顯示，截至到2023年底，香港大約有2703間單一家族辦公室，而新加坡登記嘅家族辦公室約為1400間。香港嘅數量幾乎係新加坡嘅2倍。呢個成績其實有賴於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咗三大利好政策，成功吸引家族辦公室落戶。第一，單一家族辦公室稅收優惠法案通過，符合條件嘅家族投資可享受利得稅豁免。呢一點對財富管理嚟講具有相當大嘅吸引力。第二，政府設定咗清晰嘅目標，計劃喺2025年前吸引至少額外200間家族辦公室嚟到香港，進一步擴大香港金融市場同埋業務機會。第三，香港成立咗專門嘅團隊，提供一站式嘅服務，幫助家族辦公室快速落戶，並支持資金引導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香港擁有完善嘅金融生態同埋強大嘅專業人才儲備。更重要嘅係，香港政策靈活，能夠以自由嘅策略進行全球資產配置。